我要看到这句台词是，我无度理解啦吼。哦，我把迄个台词我这么读出来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你妥协。这件代志我袂甲你妥协。请问，台语敢有直翻妥协的？因为一寡语词拢是条条改变啊，就像咱现在讲收水，即马少年家拢嘛无咧收水啊，拢去倒位？唱游泳。因为我之前嘛是派到即马个无啥了解，讲是安怎安尼讲摊贩。因为讲摊贩对不对？对。你若摊贩变得可能中风，还叫摊贩。咱普通人拢是讲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。花声莫停，大家拢有真好的心情，喜喜叫直直休，万事皆该休。感谢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，大家好，我是后壁这两空的主题，在下你的厝边彭恰恰，今仔是有史以来这个学员内底上安静的一摆。过去拢吵架咁要害去，但是今日气质完全无共款。现场充满着一种恐怖的气氛。恐怖。为咩缘故？因为今仔日咱两位特别来宾，大家经常伫咧，不管是6点半、7点半，是暗时8点的戏剧内底，看到精彩戏剧演出。不过问题来了，过去所谓旧三代的时代。所谓8点档连续剧，通常全部是国语发音，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，到今嘛，袂晓讲台语，无再来演8点档。对啊，这是时代变化。台语有偌水，真水；台语有偌古水，真古水。班长上课。各位同学，请起身。各位同学，今日先生好。大家好，来，咱主持人彭哥好。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遐坐，好啊！介绍咱的台语语文专家邓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看阮节目上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。请今日学员一一用台语自我介绍。彭哥好，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叫做郑中英。若要讲台语啊，要跟我比哦，好大你就来。水哦，水哦。你的台语连你的名念了都已经有问题。我念唔对吗？什么叫做郑中？地中，咁袂使。你较我安尼讲吗？咁你名拄我听到是郑中。地中，你哪安尼啦？无啦，啊，较边仔嘛把紧你个地边啊，你念一遍我听，你的名叫做郑中。地中，嘿，刚刚是对，诶，对耶。唔要紧，你对唔对吼？念名我请教老师啦。好。啊，你倒位啊？台南。阮爸爸妈妈台南县，较早有还袂有都的时阵，有台南县。要五都台语。还袂五都的时阵。什么是几都？6都。你是要5都还是6都？无7都好啊啦。你若要文言就文言，你若要白话就白话。5都你就要6都。哦。嘛有你为1读到10。文白话先来一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文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6连啊，翘刀啊，7刀啊，中插。喂。哎，文言文很难的，文言文足难的呢。文言甲白话1甲10都要7同款尔。哦。啊，不过对我来讲是真正足困难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10最近有一个真热门的新闻，就是讲迄个高雄迄10条路名的由来。哦，是当初台湾讲的时阵，有一个学者所号出来名，那时阵大家经过讨论，迄10条路，请六合七横，为一开始，一是一心，二是理啥性，理性二性是倒二性，即二性是讲灵的圣人哦。哦，老师有对不对？是安尼吗？对，孔子甲孟子，孟子，蒙住甲我心了。喷一个，甲我喷一个，祖先啊！我对不起你，蒙住，明吧，老师。孔子甲明主，明主，民主哦，明江路，明主不是民主。来三三三后多四四维五五合六六合七七横，八，八是啥？八点哎，大家毋是要8仙，九九如10。十全，哦，厉害，哦，无怪哦，哇，够厉害。你的名我先处理一下，老师伊的名郑中英，地中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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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阴，嘿因为原因的因，嘿地中阴。哎，好听嘞，因为老师嘛姓郑，哎，所以今天两郑在一处，所以你郑我，我郑你，安尼就互相来订。互相博感情啦，其实生笑啦吼，互相闹开求进步。是郑，中英，毋是英啦，都在跟你讲因，原因的因，地中阴，哎，因，因你的国语啊，跟郑国语中同款嘛，英音啊，哎呀，共款啊，地中阴，啊你读国语就好啊，第三字，地中阴，嘿。哎，好，我希望要请，我甲你拜托者吼，因为阮伫咧8点钟看你诶，我迄个眼神安尼，你即马甲当做迄个，伊叫做安珠老师嘛安珠，你叫阿珠啊，阿祖啊，啊，你要甲讲安怎，哎，你个眼神来者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阿祖啊哟，啊毋足够诶，啊啦，听讲你咧教台语哦，台语哦，我台南人，要甲我比台语，好当你就来啊，你试看觅，阿祖啊，老师你有惊到无？行到死准。细准哦，啊那老师你毋捌演过，但是我感觉你戏感足好，拄我演的你免来甲演，预备，开始，地球是圆的，大家小拄会着，唔通遮尔伤势，后摆你就知。你问我，我屁屁错。我无问你，甲你错。哦，你无问哦，哦，你无问哦，歹势。后一位是一位名小生啊，我甲伊做伙嘛，真久的时间。过去在这个一个友台有一个真长寿的节目，2000多集。2000多集，这个人位头应该要一集赚5万，你也赚偌济？希望国税局会当看到这段，敢若迄段日子，伊个人赚1亿外。而且伊最近啊，打个办一个婚礼吼，收袂少红包啦。伊那办，未寄红包，收袂少。真济。请自我介绍台语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佑青。今仔日来到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老师还说，希望你手势也好悬，会当帮我过，互咱轻松过关，轻松过关。哦，讲甲恐怖，介是阮这我咧讲安怎？你来，我毋是无钱互你啊，有领钱嘛？有吗？有，他你可能无咧落煞着领钱啊。阮经纪公司你还毋是我？你拢无领。迄袂使读经济公司，经纪公司。经济会读到大家都哦，经济好歹，迄经济，经纪人，毋是经纪人，对不对？老师经济是经济啊，对啊，你碰过讲了好。只不过你应该叫林有生，
哦，林佑生哦，你星是天星是白音啊，啊名咱那是读文音明星，你是林佑生，天公保庇你做明星安尼哈，保佑做明星。谢谢老师。我去庙里内底吼，迄大概吼摕迄香，甲我安尼话拢嘛安尼讲。哦，迄是人读的啦，迄对毋对无差啦，我是生命啊，无咧插你啊。但是我要甲你考试者，是，因为迄个咱拄仔讲到8点钟，我要看到一句台词是我无度理解的啦吼。哦，我甲迄个台词我这么读出来，是，但是我用国语，望你当场翻做台语，对对啊，你放心。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你妥协。这件代志我袂甲你妥协。贵听有我随在哩，我嘛唔知，因为进前我话另外一种讲法的时阵，因叫我安尼讲。无毋对，我看的就是安尼讲。伊竟然讲我无要甲你妥协，请问台语敢有直翻妥协的？对，老师，因为一寡语词拢是条条改变啊。咱讲特动，是特动妥协吼，啊变到伊就像咱现在讲收水，即马少年家拢嘛无咧收水啊，拢去倒位有游泳。有嘿，啊咱碰过咱拢讲诗行，毋过即马因拢讲啥？流流行流行语言就是安尼，有一寡新的语词会产生啦，但是一寡旧的语词无去。不过妥协这两字应该台语毋是安尼表达的啦。譬如讲，我会甲翻做白话啦，一件代志我无要甲你讲，嗨，我无要甲你吵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啦。对，所以以后等于就甲恁导演讲，讲我讲的，但伊袂听我的，阮台湾内底佫有一个较厉害。像顶摆我看电视，我伫算手机啊、电视伫遮看电视啊，啊台词讲出来，我看电视的时候报出咯，我笑。安怎呢？啊，伊讲伊足忝的，吼，要我足忝的，啊，你先回去房间休困，你要啉茶还是白开水？白开水，北滚水，得开嘴，开水。我倒后咧，我看讲啥白开水是啥？得开嘴已，经报出来哦。老师，我当问你一个问题无？因为我之前嘛是怕伊听过一个有拄着一个词，我到即马佫无啥了解，讲是安怎安尼讲了？摊贩就是人家那个夜市的摊贩，摆档的迄，白搭应该是毋是啦，毋是，我意思讲摆档迄种档的对。吧？那个台语应该要怎么讲？摊贩。因为讲摊贩对不对？对。你若摊贩变做可能中风，还叫摊贩。咱普通人是讲路边摊，嘿，路边搭，路边摊，嘿。哦，所以也是爱讲路边摊，也是讲摊，无迄个摊贩。因为这有时定出现这种华语甲台语南做伙啦。像阮某敲电话电话讲，母啊，你嫌电灯毋通关，爱较早休息。老伙也听无。听无？哦，这边咱讲电灯，这个讲啥？电会啊，老伙也袂晓休息啦，老伙会晓休克，会晓会晓休困，佮就袂晓听无休息啦，嘿。这有时南做伙拢会发生这个代志。班长来介绍者。大家好，胖哥好，我是班长林宗兴，我是一位创作歌手，歌手嘛是歌手，水哦，耶，竹青歌手站。歌手。啊，无你是高雄人，你先甲高雄的10条路讲一遍啊。这你也讲啦，这你也讲。哎呀，水口用的，改变。一处离牛三好四同摸，哦，唔是，这，哦，背唔对，背啊，唔对。你咧12条啊呢？迄真正袂歹，哎啦，我真正会晓啦。请了。鹏哥好，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展继万，后一位，大家好，胖哥好，老师好，我的名叫做林珠银。哦，是一个唱歌的老师哈，歌声非常的美丽。来介绍者，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老师好，胖哥好，我是贾孙啊，啱啊！来，老师，今仔这朋友在同学的台语程度，你感觉？拢真好啊，尤其一心二性三多四位这吼，会当甲文音讲啊真好。啊，另外若讲要用白话音吼，一尾鱼、2只鸡、3丛树啊、4蕊花、5粒杨桃、6条菜瓜。这个人食8块果，9级必写10本册，安尼都算有白音也文音吼。连手机记袂起来。真正有神爱拜，嘿啊，
咱尾啊，咱就来算这尾啊咧，吼，慢慢啊来，拄好是敢若自我介绍尔，即摆要来考大家临时反应的能力。哇哇哇哇！啊，随来哦，哦，我出第六再随回答不？来，老师过我卡落去咧。哎呦，哦，你来，我说树懒呐，我讲唔知啊，树懒，冰大树，他们台南人，台语综合，这第一条就小可有问题吼。树懒呐，树懒吗？树懒叫什么那是一？种动物吧？对啊，对动物嘛。对啊，树懒呐，做懒心的有无？咱是还懒死啊！啊，树懒呐，因为这种是新的艺术啦，我是讲树懒，我是讲树蛇。你看树懒，好，你对，你后边你了对。蛇就是豆豆来叫蛇，慢慢啊蛇啦，慢慢蛇、热死蛇、一动作真慢蛇慢的啦，嘿，动作做慢。手蛇，就来够卡嘞。我说火柴呀，我讲反正会啊，哦，我说木材呀，我讲茶会啊，茶会木材，茶会有人安尼讲啊，哎插科茶机，木材，木材茶科，都家仔无讲插头啦。插头会讲到家己哦，茶科，茶哦， 1 2 3，我说木材呀，我讲茶科啊，我说棉花棒，我讲名机，哦是啊，啊你讲对，有人这样讲哦，，水哦，来1 2 3 4，我说龙卷风啊，我讲连根风，林根风应该是唔对。迄是唱歌叫迄个林根风行，照讲应该唔是林根风，是毋是叫做咖喱啊风？咖喱啊，风，咖喱啊，咖喱啊，我想，啊，毋过阮进前有一出戏嘛，叫咖喱啊风，台湾林根风，对吼，真有名。啊，毋过你若讲台湾咖喱风，那怪。但是伊咧念片名，甚至用华语读国语读，系啊，戏名敢若甲霹雳会艺术共款，霹雳会，嘛是用国语落去读的，对吧？无共款。用台语来帮他读个霹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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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袋，你慢小控制的。1 2 3 4，我说龙卷风啊，我讲咖喱啊风，免讲，我说梅雨呀，啊，我讲雨就袂停啊，雨就袂停。梅雨季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哦，梅雨清明时节啦，清明时节梅雨时节。这个每年的5月6月啦，就是讲雨就袂停，但这迄是一个称呼啦吼。但是雨就袂停，咁合理老师？照你讲，咱迄个梅雨，咱是甲翻做黄霜雨。哦，因为无像西北雨啊，上大雨遮厉害，啊，毋过伊个杀的安尼黄霜雨，啊，话讲蒙景雨。蒙景雨嘿，蒙景24节气吼，4月蒙景雨，啊5月火烧波，蒙景是对两字，芒种芒果24节气诶。蒙景蒙景雨，哇，这太厉害了。 1 2 3 4，我说梅雨呀，我讲蒙景雨，听起来怪怪，我感觉伊的表情哦，更单位啊，听起来怪怪，蒙景雨，你讲黄霜雨好啊啦，哦，黄霜雨，你较适合黄霜啦，黄霜下，而且那个美囡仔讲安尼黄霜汤，就是讲伊这袂黄霜来，哦，生到我种才高强大汉，啊黄霜汤的意思是因为伊面色黄皮皮嘛。黄疸，营养不良。黄霜，搁刷入去，这是字尔，搁刷入去叫做俗语，讲了好。伫一个凉爽的下晡，一位阿公啊，叫做碰公啊，甲一个缘投的一个孙啊伫这个客厅的椅仔顶悬休困。这个时阵呢，平常这个无爱读册的查某孙雅雅，吼，讲手内底啊摕一张考试单，真欢喜的走入来厝内底。哦，到底雅雅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咱来继续看落去。
个火烧猪肉啦。无啦，你又看卖，我今仔日考试考几分？你明也卖过来笑会出来。哎呦，这个笑话拢不了好笑，一个无个卖过讲有声，一个讲有文化又一个。你平常时啊，无咧读书，有通考几分啊嘛？哪有啦？我逐工转来，拢嘛有摕课本出来读啊。阿公，我会讲，阮姐姐要摕课本出来读的时阵哦，拢嘛咧拄句完全无咧读册。弟弟，你莫黑白讲啦。阿公，你甲看，我今仔日考试考得偌好咧，你看，你看。阿公， 8分啊！阿公，八十啦，十。安尼啦，阿公。减一个零啊。哎呦，哇，80分呢！哇，咩话啊？平常时看你也无啥咧读册，这回考80，哇，你真正是去食歹好咯。阿公，我会讲，阮姐姐平常时哦摕课本的时阵哦，拢伫咧拄句完全无咧读册。弟弟，你莫乱讲啦！阿公，你甲看，我今仔日考试考偌好咧呢！哇呀！你有看到分数无3分哦，阿公，安尼， 30哦80 ，80分。哎呦，平常时也无看你咧读册，一届考80，真正是文主公啉烧酒的啊！谢谢各位。谢谢。考80分啊，满分200。满分81。风采有2个现象，考80分，你雅雅雅雅无咧读册，人家讲错一个讲80分，伊就伫遐讲啊，去食歹好咯，食排好太好咯。咯。第二个，文主公啉烧酒意思讲这个囡仔伊啊，你也无咧读册，这回有早来考80分，真正是去食歹好咯，也是文主公啉烧酒，大家思考一下。来5秒钟以后，我就要请教你，这到底是看的经营？去食有啥物排好咯啊？你喙搭，喙搭有可能喙搭吗？行，哎，我是在讨论你啊。来，讨论。因为拄则应该是讲去食歹好咯，对的，野手好，无人。你是讲拄迄经营叫做文主公啉烧酒，野手文主公。好，请手放落。老师，请用解答者，多谢。去食排葫芦叫做鸡仙，因咱八仙当中有一个是排葫芦，所以去食排葫芦鸡仙。啊，另外一句讲去食夜蠓树啦，人个道士一个树啦，足一白毛迄啊，树嘞，伊嘛是要鸡仙。讲较白的一句叫6月看菜，给有心，你拢真贤，所以去食排葫芦就是要鸡仙啊，鸡仙鸡蛋安尼。啊，那文主公因为面是啥物色？红色。那所以有人讲吼，红关公白老鳖，乌张飞走去味，叫一种果子，我知。奶鸡，奶鸡对，即马这是古早的答案，即马现主席的答案还有啥物？火龙果，火龙果嘛会使啊。红关公皮是红的，所以红关帝爷就是讲伊红面的，安尼普通话人啉烧酒面嘛安那红啊，关帝爷伊本来就红啊，所以啉酒个红红嘛看袂出来。所以咱讲乌干那底豆油无底看，看袂出来吼，乌干那底豆油无底看。啊，另外这南部北部有差哦，点点食三碗公，哇，你看两个都无共啊。北部的食较少，点点食三碗公。不过阮南部的我嘛台南人吼，咱的点点食三碗公公半，就是这种意思。想当然咱加半碗。嘛说地咧，所以拄个标准答案是文主公啉烧酒，恭喜大家拢
又对了，拍拍咧。来，吟诗说文真趣味。诗词吼，以后咱有机会，慢慢真正讲的诗词用台语来读，伊的美丽。但咱今日要来讲的是，咱台语内底有一寡念法。192啦，比如讲，17253四图啦，吼，什么炒米芳是炒骨菜啦，啥个长长棍啦，是炒米粉啦，这我毋捌看过。我食个遮济个我毋捌看过。所以今仔日咱遮多12，咱做6个人相念2个试讲来，一请处查啦名，二牛西地兄。中音三虎爬山行，四兔游东行。主音五龙皇帝命，六蛇互人惊。有声七马跑兵营，八羊食草领。来啱啱。九狗爬树头，10家提三声。哦，小可有问题吼，来班长。 11肥客兄，12刀12滴菜刀命12刀，哎呦， 12滴啦，老师，因拄仔念应该拢无完全正确吼。提三声。另外吼，像迄11肥客兄，12滴菜刀名，这首囡仔歌，互囡仔认捌咱的数字吼，课本大概改拢有教。不过阮会要求12爱改。 因为肥客兄吼，你好教囡仔肥客兄，客兄迄个词感觉怪怪，所以阮会讲19顾门亭，共款啊无？顾门亭啊，12滴有真好命，真好命。因为这像滴共款遐尼好嘿命。 12滴伊本来就顾滴门亭，嘿顾门亭。啊，咱请老师正确甲咱念一摆，嘛请有节奏无要紧，互大家先了解者。预备，老师请了。 一起插啦名，二牛赛地兄，三虎爬山行，四兔游东行，五龙皇帝命，六蛇互人惊，七马跑兵营，八羊食草领，九狗爬树头，10家提三声，19肥客兄，不，19顾门亭，12滴真好命。哦，真好命。这首这应该是童谣嘛，囡仔歌啦，囡仔歌。歌伊主要要表现的是啥物？伊这算吼，互囡仔认捌咱的12生肖。哦， 12生肖。啊，亲像互囡仔捌数字，这两三字我1要90安尼。嘿啊，即嘛加上节奏，会请老师甲咱小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节奏来，口口来，请了。一处插啊名，二牛赛地兄，三虎爬山行，四兔游东行，五龙皇帝命，六蛇互人惊，七马跑兵营，八羊食草领，九狗爬树头，10家提三声，11顾门亭，12滴真好命。有注意到伫倒位有改变无？有10家。无，无，头前都有改变哦。七马走兵营。好，咱请这个雅小姐，请你起立，给起来，你家己念一遍。哎呦，来，预备，老师请了，口起口，一起插啦名，二牛赛地兄，三虎爬山行，四兔游东行，五龙皇帝命，六蛇互人惊，七马走兵营，八羊食草领，九狗爬树头啊，10家提三声，11顾门亭，12滴真好命，会乱哩，好厉害！这个炮炮兵营，跑兵营。文言的读个炮字。哦，戏剧界代表咱遮郑中英小姐单独念一遍。好难啊！一起猜啦名，二赛地兄，三虎爬山行。就等下，第三音嘛用读个准，好无？赛地兄，差不多会读白音去吼。我拄仔讲啥？三连好。来，预备，位头开始。一出猜啦名，二牛赛地兄，三虎爬山行，四兔游东行，五龙皇帝命，
六蛇互人惊，七马跑兵赢，八羊插草命，九八十树头，十鸡对三声，11九过门亭12滴真好命。我请坐。好难哦，真难的呢。真厉害啊！听还听，念还念。真的。对对。你拄啊犀利兄，就变犀利阿兄。犀利因阿兄，你拄啊读犀利兄，嘿，是变做犀利阿兄。哦，变犀利迄个地名，嘿这是犀利兄，哦，犀利犀利兄。哦，犀利，差字音差做犀济。利兄。真的。好嘞，现场内底观众朋友做一摆，所有来跳起来。最后来运来转倒对步，一起查拉名，二牛犀利兄，三好爬山行，四兔游东行，五牛皇帝命，六蛇互人惊，七马跑兵赢，八羊食草领，九摆树头，十鸡提三声，11九过门亭，12滴真好命。祝大家拢好命，后会继续讲，会山会水，会健康。